日听黎明，明仔载真有可能就是听你甲我的家园。这是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林金莲真深的感慨。目前全台湾法定的都市计划区有438个所在，面积高达4759平方公里。都市开发土地重划，无的确会当为城市带来真大商机。但是，伫个利益的背后，是稳重真济撇前户的心酸甲目屎。不管是征收、重划、都更、迁村，也或是眷村改建，对这受害者来讲，是因的土地家园去互剥夺。若征收的土地再分配，上大得利者煞是财团甲建商。抢救实行的土地政策，听见丁阿豪的心声，咱做伙来思考。怪这个诈骗集团吗？怪我们自己人民没有觉醒。报道落雨来到总统府前的秋稻抗议现场，伊是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林金莲，马来社员抗议团体嘛派着叮当的摄影器材，记录每一个市民的心声。每一次的陈抗，每一次的陈情，我们都会收到一张所谓的公文，上面写得很清楚，他会处理。那这纸公文发出去之后，有没有回来？有没有监督？有没有追查？没有。所以这2年来，彻底的失望。台中市私立黎明幼儿园已经有40档历史。2008年被划入市地自办重划范围，将市民共听命运。根据自办市地重划办法，只要有过半数地主的17个人以上，都会当强制进行重划。面对不合理的规定，黎明幼儿园甲重划会展开多年的真相。伊伫讲啊，2016年6月底，高等法院经2审逆转，黎明幼儿园恐惊面临消失的危机。法官居然在法庭上大喇喇的说，现在全世界的钉子户越来越难拔了，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这是法官应该讲的话吗？最高法院发回更审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筹安会当时在组成的选举过程有重大的瑕疵。那发回更审，你法官是不是继续要去审查这些所谓的重大瑕疵？问题就是法官连审都不审，连看都不看，就这样直接判下去了。那我们所谓的司法最后一道防线，还能够帮助人民吗？乌道春秋大财团介入，佮加上公权力背书，少数小地主根本无度抗衡，无愿意土地所在人夺走。林金莲一次搁一次真正抗议，拢无得到任何善意的回应。2018年11月17日，伊伫台中市民广场召开一场大规模的抢救黎明幼儿园的大游行，厝内人嘛站出来，甲林金莲同进退。你如果不挺你自己，我跟你讲，你现在这么可怜了，你的土地都被掠夺，总有一天，你的亲戚朋友也会遇到我的问题。你的下一代不用工作，你赚了更多的钱，买了房子，买了土地，以后就是财产抢走，对不对？对。所以你今天是为你自己走出来。一个学校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最后我们只好用生命去换取这个所谓居住权、及土地正义以及小朋友的受教权。这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别无选择。保卫黎明，保卫黎明，保卫黎明。将近10名来自全台各地百千户，甲林金莲做伙作战，互伊真不住流目屎。共款责无政府施压，司法强兵，无为了土地甲家的悲痛甲愤怒，因深刻体会。整个台湾这种土地的掠夺案其实层出不穷。那虽然说手法不一样，但是事实上，这些老百姓所面对的是同样一套政府的思维的方法，甚至是同样一批人。制度上面来讲，它是沿袭戒严体制而来的，从戒严的时候就用了这一套，后来的这几十年的时间有修，但是没有修得更好，有的是修得更烂，对老百姓更苛刻的，更赋予这些权贵权力的。
都市开发土地重划不定为城市带来无限的商机，但是反倒倒来思考帮带利益背后，却受真侪人的心酸甲目屎。根据内政部统计，目前全台都市计划土地总共438处，计划面积有4759平方公里，大约占全国面积的13.2%。但是，伫这同时却是产生不计其数的逼迁户。在这边住、在这边做生意的居民都是正系的某囝，有很多阿兵哥、地界的士兵跟他们的就是家眷。行着60栋的老冠村1、2楼的平厝啊，6层的铁门、老旧的铁窗，处处拢充满岁月的痕迹。这是新北市邦桥的大冠社区。1956年，伊是全台第一个冠村富人一村，曾经是真侪英民、英眷安心入眠的所在。但是即马随处拢看到真侪厝门，拢有搭这个白色封条，原来遮当地人拆迁。像刚阿妈讲的，就是这边以前非常的热闹，总共有44间店面。那后来因为格勒里台风把这边都淹掉了，那正式的眷村就有集体的被安置到像内湖跟中和等国宅。但是像留在这边的非正式的眷户，当时联勤总部就说，你们要搬走或者是要留在这边都随便你们，我们也不管。那后来又默默的把这块地移为国有地。1966年，富人一村被登记做国有土地。1969年，北市府伫遮兴建英民之家，就是即摆邦桥英家前身。1985年，因为边仔的大关路要拓宽，部分居民重建房屋，也阁有得到北市府的建物征收补偿。想要到2008年，居民煞无预警的收到邦桥英家的尊敬信函，讲因侵占国有地，爱马上拆除平地。他已经生活在这个环境已经一甲子了，他的附近他都已经熟悉了，他没有办法再去熟悉别的地方。政府渐渐的将这块土地移转做国有地，当地居民被扣上恶意侵占的无啊，怪因提刑20万到200万的金额，大日这所在60栋80岁受伤阿嬷交袂出钱，处境是非常艰难。即摆要来拆除，佫爱交拆除的工钱啦，什么意思？阮的一心两个阿嬷就是伫咧遮，规个心拢放伫咧遮，啊，迄个所有的一切希望拢是伫咧遮，啊，伊怎啊要甲阮拆？啊，就是安尼，阮才会遮艰苦。林燕玉讲，细前翁仔某伫台湾住32冬，靠着槟榔搭，饲一家口5个人。当初甲英民阿伯开130万，购买一栋厝，后来才知影是国有地，面临拆迁。社区的长辈根本唔知讲厝无起啊，因应该好起好住。退辅会他们说他们有提供了几项安置方案，那其中第一项就是说，你们有荣民荣眷身份，你们就进去住荣家吧。但其实1个月6000到9000块，对于没有收入的荣民，或者说现在在工厂打工的荣眷，其实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那第二项就是说，有包租代管，有社会住宅，有租金补贴，他们以市政府原本就有的资源来提供给这些居民。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即使这些住户真的有办法挤进中低收入户的宅门好了，那包租代管跟社会住宅，他们租期只有3年。那你要这个政府要这些60几岁的住户在3年之后又要落脚哪一个地方？自救会甲英家到处协商，但是全部拢破旧。弱势住户目前嘛只有继续抗争。另外，伫新北市三甲的龙埔里，嘛因为新定的三甲马仔园地区都市计划，当地居民将近2000人面临被征收逼迁的命运。2公里设3个站。就是说，这个站体，那边一个站，这边一个站，真的距离顶多800公尺而已。2公里设3个站，真的是有够离谱。设中间那个站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征收这个麦子园的未来做准备。对关厝看这龙埔里，这温山明线长起到一半，这块地总共经过5次征收。对农改场国家教育研究院到北台地区、北台内外道路，即马配合这温线。佮计划征收86公顷土地做整体开发，和当地居民是入无可入。整个里都快灭掉了，这边征收，那边征收。之前为什么有人第3次征收的时候为什么会自杀？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思维就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土地的价值，所以国家有权利把一般老百姓的土地夺过来。但是另外一手，他们的价值又相信财团是比政府更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土地的，所以他们一手去掠夺一般老百姓的土地，另外一方面
把公有土地、把国有土地贱卖给财团建商们，然后我们又在弄整个政策上面去鼓励他们炒房，比如说透过盖交通建设，那比如说去进行一些公共的建设，把那个当地的房地产给它炒作起来。那炒高了之后呢，我们一般人又买不起，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无论是土地征收、重划、途径灌溉或者迁村，对在地居民来讲，就算名目多元，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加园被公园出门大户，一生投资心血遭受抢夺。征收的土地搁再分配，最后财团甲建商才是上大得利者。变调土地政策实行的都市开发，比为的丁仔户才会当不断的扩张，用性命保护家己的财产。到一天正义才会当伸张，所有逼迁的居民也咧高度的期待。